拜五就是中秋，各种新口味、新型的月饼嘛开始上市。也毋过一款时代因为较歹吞食，一个无注意恐惊去夹着，引起危险。另外，糖尿病患者惊月饼伤过甜，唔敢食月饼。高雄小港病院特别做一款月饼，若是食到到地绵绵，热量嘛真低，真营养。江湖一点诀，做法就是甲食材先变好嫩，较好剥，若看起来好看相，好食佮营养。 李先生哦，中秋快乐哦！中秋节特别到啊，为着让大家欢喜过节，小港病院的医生嘛，甲月饼分给糖尿病病人。不过安尼做敢无要紧，病院请大家放心，因为这毋是普通外口咧卖月饼，这是病院家己做的冻饼。甜度啊适中，然后 Q 度也够。 大家拢讲真好食，有医生挂保证，病人嘛会当放心啊食。啊，小港病院嘛大方公开做冻饼的过程，原料其实是白饭、果子、水、糖，佮加上酵素加化剂。甲所有的食材加好调了后，放入互伊煎冻，再佮加小互氧气倒入去模仔内底，后的部分放进前做好的果子菜宴，放入了后倒出来，冻饼就做好啊。 放到嘴巴，其实用舌头去顶它，它就能够很顺滑的滑溜。甲普通的月饼比起来，冻饼的卡路里低、无色素，甘伫嘴的真紧就散去。上重要的是食材真天然，好食好看，佮营养，免惊会有啥物负担。有糖尿病的、高血压、三高的患者啦，或者有肾脏病的病人哦，他们都可以很安心的来食用。 这款中秋冻饼杀出来了后，较受欢迎的，毋过敢若送无咧卖。病院希望老大人甲病人，嘛会当欢欢喜喜过一个健康的中秋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